另外，内政部公布今年第一季的主体计销指数，6都当中，台北市是连续2季拢在6，另外高雄的厝价嘛在6，啊，毋过新北、桃园、台中和台南的厝价拢是起的。新建案的广告真多，未少工地嘛当地赶工课。内政部发布112年头一季主体计销指数，全国主体计销指数是128.85，比顶一季小可起1.05%，有起较少。伫6都当中，高雄市从107年第3季以来头一届有落的幅度是1.09%。三民啊、鼓山啊、凤山这种长期就是交易量比较大的，就会感觉下滑的比较少。以往可能交易量比较没那么多，像大寮啊，还是说小港啊，或者是说前年最夯的那个楠梓啊，可能都会有让人家感觉它是很大幅下滑的感觉。除了高雄市主体计销指数有落，为内政部的调查嘛看到，甲顶一季来比，台北市落0.03%，已经是连续2季拢落。主要落的区域是大安区甲中正区，不过新北、桃园、台中甲台南市等等4都也是有起。整体来讲，头一季主体计销指数呈现小可有起的趋势。最主要的话，因为这2个区域的话，本来就是台北市相对比较高价位的一个地段，可能对民众来讲，它的这个降幅并不是那么的有感，因为它比较高价位，然后降幅又只有就是5%以内，所以对很多民众来讲还是相当高的一个房价。国内经济成长趋缓，然后通膨、升息压力及不动产政策的因素延续的量缩的一个情形。龙美认为讲，目前国内房市整体交易量是呈现减少的走势，而且房地合一2.0有长投资地产闭锁期到5年。中国市场卖方若是无资金的压力，会观察或者是外凊采卖，让利的空间可能有限，或者是买的人拄着愿意落价。不过落的幅度无甲伊原本按算的计数，这也嘛互房市真恶出现明显修正的情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文化新眼界。